係梁生說服我，係林生說服我。因為我嘅丈夫咧，佢認識咗我幾十年，佢就認為咧，以我嘅性格同埋即係由始至終都係希望服務市民咧。佢覺得如果我放棄咗一個可以繼續為市民服務嘅機會咧，我往後嘅日子可能望翻轉頭會後悔嚇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佢亦都係好支持我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我係好想擺脫呢個好打得嘅形象或者係呢個外號，但係好嚴肅講咧，其實民生嘅工作從來都喺我個心裏邊。大家都知道，我當咗3年幾嘅社會福利署署長，喺嗰3年幾裏邊咧，我係親自深切咁體會到香港嘅弱勢社群係需要政府嚟到去支持佢哋。